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篇，但以理书第8章15节到27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追求永恒。首先，我们要思考那个天使的角色，还有谁是天使。在旧约称天使加百列，在创世纪呢，其实天使早就存在，可是他用不同的角色来出现，在圣经称之为上帝的使者。我想这样就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了，天使就是那代表上帝的人，或是一个代表人物。他们的职务呢，当然就是也传递上帝的命令啊、话语啊，然后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事。但以理书第8章15节到27节记载了天使加百列的工作，是使人明白梦境的意象，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经文这样说道：我看着这意象，正想了解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外貌像人的站在我的面前。我听见从乌来河有声音呼喊。加百列向他解释他所看见的意象。加百列走到我身边来，我很害怕，就伏在地上。他对我说：必朽的人啊，你要了解这意象。这意象有关历史的终局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伏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可是他扶我起来，对我说：我要指示你，上帝的愤怒会有什么结果。这意象是有关那终局的时间。你所看见那有2个角的公绵羊，是指米底亚和波斯帝国。公羊是指的希腊帝国。他2眼之间引人注目的角是第1个王。至于那角折断以后所长出来的4个角，是指的这个帝国要分裂成为4个帝国。可是他们的力量比不上原来的帝国。当这些国家恶贯满盈的时候，有一个凶恶诡诈的王要出现。他的势力越来越大，但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。他要造成空前的毁灭，他所做的必定成功。他要消灭强有力的人和上帝的子民，因为他狡猾，他诡计节俭成功，他骄傲自大，趁人不备突然出击，消灭许多人。他甚至公然敌对万王之王，但是他最终会被超人的力量消灭。有关晚祭、早祭的意象已经向你解释了，这意象一定实现，但你现在要保密，因为它是指着遥远的将来说的。我但以理心里烦闷，病了几天以后，我起来回到岗位上办理王指派给我的工作，但我在被这意象所困扰，不明白其中的意义。我们看到加百列为了让但以理能够透过了解意象、异梦，然后进一步来了解上帝的旨意，然后能够来追求上帝的永恒，
人在所的日子里面其实是短暂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却是在永恒里面所存在的，所以基督徒应当要注目在上帝的永恒，而不是在短暂的现在，特别是指的那一些困难。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强调要记得以往的日子，上帝光照你们以后，你们遭受许多痛苦，但是并没有在征战中失败。有时候你们当众受人侮辱和虐待，有时候你们跟遭受这一些苦难的人站在一边，你们跟囚犯一起受苦。当你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夺走的时候，你们甘心忍受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还保有那更美好而长存的产业，所以不要丧失了勇气。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偿。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和领受他的应许，你们必须忍耐，因为圣经上说，再过一会儿，那将要来的会来，不延迟。我的义人将因信而得生命，但是若有人退却，我就不会喜欢他。我们并不是退却而沉沦的人，我们是那个有信心而且得救的人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永久吗？你转脸不顾我要到几时？悲愁日夜侵袭我，我还得忍受痛苦多久？敌人向我耀武扬威还要多久？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求你恢复我的力量，使我免于死亡。别容许我的敌人说，我们把他打倒了。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欢乐。然而我倚靠你不变的爱，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歌唱，因你施恩厚待我。感谢上帝给我们梦想，赐给我们盼望，透过你的使者仆人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，不偏离真道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